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列王记上卷第1章第1到30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8到15节。今天的主题是见证人。亚多尼亚是大卫王在希伯伦的时候所生的第4个儿子。大卫王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的原因来责备过他，或是两个有什么意见的不同。可是呢，亚多尼亚却是跟他的哥哥押沙龙一样，野心勃勃，他想要自己来当王。当押沙龙死后，他就开始计划，并且筹设这个装备，跟别人结盟来叛变。虽然他也邀请了他的众弟兄去成为见证人，但是他却没有大卫王的允许、授权与见证，因为大卫王已经答应要将王位赐给了所罗门，就是拔示巴的所生的小儿子。拿单先知听闻此事，就马上去见这个拔示巴，并且给了他建议。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亚多尼亚为什么不邀请拿单去见证自己封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谁担任了见证人，在封王这件事情或是这样的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或是说有没有法定效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拔示巴去找大卫王之后呢，他提到了大卫应许要将这个王位赐给所罗门这个之后呢，拿单先知就依约，就是他们之前所讲好的，他也就到了大卫王的跟前，在他的榻前说相同的话。拿单这样说：陛下，你曾经宣告要亚多尼亚继承你的王位吗？今天他献了许多的牛羊和肥畜做牲祭，并且邀请你所有的儿子，你军队的统帅约押和亚比亚他祭司赴宴。现在他们正跟亚多尼亚一起吃喝，并且呼喊亚多尼亚王万岁。可是亚多尼亚没有请我，也没有请撒都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所罗门。陛下果真同意这事吗？怎么不告诉大臣们谁要继承王位呢？祭司拿单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拔示巴所言为真。他们虽然是商量好的，但是拿单先知却是做了实在的见证。因此大卫马上叫人把拔示巴再叫回来，并且呢，马上宣布说：我指着那救我脱离各种患难永生上帝答应你，今天我要信守我指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所发的誓，你的儿子所罗门要继承我做王。可见拿单先知的见证是有功效的，有法定效力的。司提反是在新约或是说全世界的历史里面第一个殉道者。他之所以殉道，是因为呢有一群人反对他。这一群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旅外的犹太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群人是所谓的自由人会堂的会员，包括从古利奈、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
他们和其他的基利家和亚细亚的犹太人，这群人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都是已经里外了。然而他们在这个控告当中，他们没有办法跟司提反来反驳，因为他有圣灵的同在，因而他们就开始做了假见证，说我们听见这人说了毁谤摩西和亵渎上帝的话。不但如此，他们还煽动群众、长老以及经学教师，更收买了某些人去做假见证，说这个人常常说话反对我们的圣殿和摩西的律法。我们听见他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拆毁圣殿，要改变摩西所传给我们一切的传统。他们这样子陷害了司提反，但是当他们在审问司提反的这个议会当中，每一个人却看到司提反的脸好像天使的面貌，因为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上帝的灵也见证了司提反是上帝的使者，他不但是上帝的使者，更勇敢地做美好的见证。在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那美国有一些疫情注射的这种假的数据事实上发现很多美国人不是很愿意注射这个疫苗的接种。最近有一则报道，关于美国疫苗注射的这个阻力呢，渐渐的在消失当中。根据研究统计，是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鼓励信徒勇敢的接种疫苗。在这件事情上面，大部分的教会做了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牧师一直强调，我2次提到了大部分，是因为并不是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教派都支持，仍然有一些所谓的保守的教派或是教会，他们持反对的意见，而且是坚决的反对。他们宣传，应该是说假的讯息他们宣传说戴口罩是违反上帝的创造跟人的自由。他们更说注射疫苗违反上帝的旨意，并且会改变人的基因。上述的这2种不同形态的教会，到底哪一个是好的见证呢？现在台湾慢慢逐步的在开放当中，室内的群聚限制在50人以下教会应该要如何做才是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呢？是按照规定严格执行，或是说反正没有人看到？昨天台湾本土的确诊又增加到12例了，其中最多的是新北市。根据报告，就是因为有人违法再一次的群聚。如果这样的情形发生在教会，没有管理好的话，这样会是一个好的见证吗？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